我所亲爱、所想念的兄弟啊，恁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兄弟啊，恁应当靠主徛立得稳。我劝犹阿蝶甲孙都基爱伫主内同心。我也求恁这真实同负一担的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因伫福音上捌甲我一同劳苦，也有极力勉，并剩的甲我一同做工的，因的名义拢伫生命册上。恁爱靠主常常喜乐，我搁讲恁爱喜乐。当叫众人知影恁欠良的心，主已经尽了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爱凡事借着祈祷、祈求、甲感谢，将恁所爱的讲予上帝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平安，必伫耶稣基督内保守恁的心怀意念。兄弟啊，我搁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啥物德行，若有啥物称赞，这个事恁拢爱思念。恁伫我身躯顶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个事恁拢爱去行。赐平安的上帝就必甲恁同在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恁思念我的心，如今搁发生。恁向来就是思念我，只是无得机会。我并毋是因为欠过讲这个话，我无论伫啥物情况，拢会当知足。这是我已经学会晓了。我知影安怎处卑贱，也知影安怎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枵，或有剩，或欠缺，随时随在，我拢得了秘诀。我靠着迄个加予我力量的，凡事拢会做。然而，恁甲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菲律宾人啊，恁也知影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阵，论甲受的事，除了恁以外，并无别个教会攻击我。就是我伫提撒罗尼迦，恁也一届两届咧打发人攻击我的需要。我并无求啥物馈送，所求的就是恁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伫恁的孝顶。但我逐项拢有，并且有剩，我已经充足，因我对伊巴呼特受了恁的馈送，当作极水的香气，为上帝所收纳、所喜悦的祭物。我的上帝必照伊荣耀的丰富，伫基督耶稣内，互恁一切所需用的拢充足。愿荣耀归伫咱的父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问伫基督耶稣内各位圣徒安，伫我遮尔的众兄弟拢问恁的安，众圣徒拢问恁的安，伫该撒厝内的人特特地问恁的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伫恁心内。